靈修短講，如何走出內心的地獄，邁向永生的天鄉。第6節，主題係空虛與填滿。6個石缸先要空虛咗，先能夠裝滿水。水滿咗啦，先至能夠見到奇蹟，就係水變成美酒。我哋內心嘅地獄就係自滿，咁又點能夠見到耶穌顯奇蹟，將水變成幸福嘅美酒呢？聖母喺聖經上邊嘅最後一句說話，完全表達出佢願意承行天主嘅旨意，完全交付。佢話：他無論吩咐你們什麼，你們就作什麼。意大利詩人但丁曾經咁話：佢嘅旨意就係我哋嘅平安。愛最大嘅命運就係服從基督。如果肯放棄個人嘅旨意，服從天主嘅旨意，呢個先至係真正屬於我哋嘅旨意，亦都係最大嘅愛，特別係對天主嘅愛。人嘅心係喺感到空虛同埋覺得需要被填滿嘅痛苦當中，就好似加納婚宴裏邊嘅水缸一樣。空虛係嚟自一個事實，就係因為我哋係人，而填滿嘅力量只有嚟自耶穌基督。佢命令人將石缸灌滿水。如果人嘅心唔能夠充滿天主恩寵嘅水，咁就得唔到平安。就係因為唔聽聖母嘅說話，佢話：他無論吩咐你們什麼，你們就作什麼。人嘅心需要空虛，亦都需要被填滿。空虛嘅能力係嚟自人本身嘅意願，而空虛自己嘅自私去愛人。填滿嘅能力就嚟自天主嘅，因為所有圓滿嘅愛結局就係嚟自呢一句話：願你的旨意成就於我吧。結論就係跳出內心嘅自滿、自私嘅地獄，幸福與平安自然會來臨。呢個就係我哋今晚值得默想嘅主題：空虛與填滿。